咱即马继续过来向大家介绍的，就是甲手的动作相关的第二字。咱第一字要介绍的，就是叫做合，会使念做合啊。用双手合掌捕捉，或是将碗钵类的物品倒扣盖住东西叫做聚合。比如讲，我用手合到一只鸭我用手扑到一只蝴蝶。另外意思是引申把人扑倒，吃得死死的合互伊倒这句话就扑倒他合互伊倒或合互伊倒都可以搁过来这里叫做喵，就是搔痒的意思比如讲，伊爱猫人的过康他喜欢搔人的腋下过康或是过人都可以就是腋下嘛过来这里叫做将双手在使力的状态下将物品弄断成两半。咱譬如讲，伊甲甘蔗做两截他把甘蔗折成两段这叫做过来这里叫做雷或雷好，就是手指头用力压揉。那比如讲，你唔通甲狗遐揉死也将蚂蚁揉死掉了过来下骹这里叫做七嘛会使念做鸡这个是按的意思，就是用手向下压。咱譬如讲，有人咧起电铃有人在按电铃这里的叫做七好，感谢。